搁再来看到屏东巧克力岛顶个月伫外国比赛摕到世界冠军。屏东县政府为了要开发种可可的产地，今年争取经费委托工业技术研究院来创新研发。本来是甲无要用的这个单条可可卡，经过搁再吹过塑化打磨粉了后，会当开发做皮牛油，也有纸袋啊这个产品。县政府办成果发表会，甲高品质的巧克力岛，也有可可啊相关的产品推荐给爱食巧克力岛的民众。 75%，谁要？我要90。你们要90的。屏东县长潘明安欢欢喜喜分巧克力岛，你一袋伊一袋，大家拢有。啊，分巧克力岛的，佫有一个阿伯。来。卖看这巧克力岛无点，因拢是屏东在地出产，品质有挂保证的。啊，互人感觉上特别的，佫有用可可壳做的纸，甲提炼出来的可可壳的顺路。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叫做湖水，啊，这个湖水就像我们拿丝瓜水这样子，它是一个纯饮。可可夹它变成了是一个农业废弃物，怎么样复合再利用变成一个活性炭，或者变成纸张包装袋，这些呢都是在整个农业的循环经济里面最佳的典范。 县长潘明安讲，屏东可可的产业因为县政府甲业者认真经营，为田的管理、加工、商品的开发、甲行销等等，已经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啊。今年佫申请经费委托工研院创新研发，让可可的商品更加多元，创造更加侪经济效益。即马嘛成功甲成果做出来，记者综合报道。